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。相传，蝴蝶妈妈从小就喜欢吃鱼。有一次，和湖面上的水泡游荒之后，产下12个蛋，由鲫鱼鸟精心的孵化，于是就有了江鸭、雷公、龙、蛇、虎、豹等12兄弟。 而蝴蝶妈妈也就成了苗族嫡母和神的化身。
于战争、饥饿、疾病等原因。为了生存，在漫长的迁徙岁月中，苗家人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山山水水。1800多年。妥善保存，遇隆重节日才击鼓而舞。
苗族是一个鸟部落民族，相传鲫鱼鸟在自然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了12蛋，于是鲫鱼鸟就成了苗族始祖鸟的化身。人们模仿鲫鱼鸟的动作，翩翩起舞，时而水边嬉戏，时而相互追逐。或者是游方坡的场所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苗家阿哥阿妹将会在这里谱写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，而花带就是他们的定情信物。
日不能见面，俗称婚前不见面。结婚的前一天，男方把婚礼用品送到女方家过户。 千人长桌宴的一个缩影，宾朋相聚，迎亲嫁女，天子天孙，把酒相邀，长桌宴必不可少。人们对西江长桌宴曾有这样的描述：千人长桌宴，情满人间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看那南来北往的人群，吃不散，喝不完，飘飘然。不知今夕何年，不知天上人间。西江长桌宴上有独特的饮酒方式，高山流水和五湖四海，寓意源源不断，情谊永存，广交天下好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，我们的新郎新娘将会向大家敬酒，同时洒出喜糖，祝愿在座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江千户苗寨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，苗族服饰多达130多种，是我国乃至于全世界种类最多、保存最好的区域，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。苗族服饰多姿多彩，这些多姿多彩的服饰承载着苗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变迁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古往今来生活环境的浓缩，被史学家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时间，我们的苗家阿妹将会身着盛装，向您缓缓走来。尊敬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为您所展示的就是苗王苗后庄。
不忘的是历史，彰显的是个性。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，靠的是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的牵引。一个和谐的社会，讲的是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包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美丽西江歌舞晚会到此结束，还请你带上我们祝福，常来西江。这里有想不到的收获，有割不开的情怀，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到来。有缘，我们他日再见。